你们觉得我爸爸是会伤害国家的人吗？肯定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这么相信你爸爸，我想他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。他会失踪，一定有他的苦衷的。我们都跟你一样，相信你爸爸。今天，对不起。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知道玉玉已经长大了。她有这么多好的朋友。这2年，韩光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带好玉玉。